第9个。那第9个是生是欲系苦有情，若生真实菩提心，即刻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应礼敬。那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一个众生真正的要消除所有的业障，获得圆满的功德的方法是菩提心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个菩提心也不是说1天2天短暂的时间1次2次就发愿就可以吗？这不是，就是永远不要放弃。所谓的不要放弃是什么呢？能够可以升起菩提心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学习跟修持才最后达到。所以呢，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是成为了菩萨，你已经是有菩提心，能够可以再变成菩萨的话，那这里没有说就是要放弃不放弃的，你已经是一个菩萨但是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过位之前呢，我们就是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有多么艰难多么艰苦，但是都不能放弃，就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呢，就我们要讲到，就是在如果是任何一个众生已经获得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他的功德是什么样子，他的的力量是什么样子，就这个方面就是作为简单的解释所以就我们能够有升起菩提心的一个人，他就是从内心当中一产生菩提心的时候，就一个刹那之中呢，就是变成了菩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人天一切众生的变成了一个一切众生的顶礼的对境，都是会称呼为佛子以这样的一个国位。那么这个来说到，那我们其实可以要知道，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部分，我们前面也是讲过很多嘛，学过很多嘛，就是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也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完整，也是圆满嘛。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的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品里面来说吧，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这些四句里面是比较听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它可以解释成就是非常殊胜圆满的。所以呢，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作为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刚是讲到所谓的这个菩提心菩提心这3个都是可以讲述非常长的时间，它就是一个非常深奥也是非常殊胜的内容。但是我们就知道大致上的所谓的菩提心是一种名词，那么这个名词里面涵盖的就是所有的我们在修行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样子，我们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修持，才会达到真正的菩萨的一个果位。这个来说到就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的功德，这里面所讲的就功德，那从最简单的讲的话，就我们现在是一个人，从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外表就要变？那也不是，主要是内心里面升起菩提心的一刹那的这个时间，你就是成为了菩萨。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是成为了人天所有的一切的众生的顶礼的对境。顶礼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在佛前参拜的时候呢，就先合掌
然后这3个位置，然后就是五体投地的这个来说的话，就从内心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见到一个上师也好，见到一个佛做顶礼，这就是一种非常的诚心的一个敬拜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相当就是对方这个顶礼的这个对境的一切功德，也就内心里面非常的崇拜的，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没有任何的，相当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佛，那就不会说出任何佛的不对，或者是佛在这里比较圆满，那个比较不圆满。佛的一切功德都说这方面比较圆满，这方面比较不圆满，没有这种说法。如同这个一样，菩萨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内心里面真正的升起菩提心的时候，那我们也成为跟观音菩萨一模一样的。那这就是不是长相，这个不是长相所以就是你的菩提心的力量那所有的跟你接触的人都是会变成你是可以顶礼拜的对境从这个里面讲，如果是从礼拜这些来说的话，也是一个人对一个普通的人礼拜的时候呢，那么从我们世间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谁对谁做一个礼拜，那可能是好像是对礼拜的那个人对境，可能是对他会比较好，会有这种想法，但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你礼拜他的话，他没有这种成就的话，这是就是对你不会有影响以外呢，对他人是有伤害的，减少他另外一个人的功德减少另外一个人的寿命，减少另外一个人的福报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我们今天去拜佛，那么就是佛是真正可以在礼敬的对境。我们今天就拜菩萨，菩萨是真正的礼敬的对境。所以我们今天对菩萨做礼拜的话，对菩萨没有影响，对自己会增加更多的功德那么同样的就是在对这个僧众在一切僧众呢，我们就是作为可以对礼敬的对象。但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僧众对一个在家的人做礼拜或者是什么的话，那就是会消除这个在家人的福报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是礼拜的对境，是不是随便能够可以谁都做得到的事情过去有一些故事里面，那就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一些很有福报的一些人，为了能够可以他的福报马上要减少，所以就是做出他的像，然后供上去，那就是很多的人对他在做礼拜很长时间，然后他的福报就会减少那么减少了消失了以后，就是可以去消灭它。有这种的故事都是有存在的。因为这些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礼拜的这种力量那么就是看对方能不能够承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任何一个人升起菩提心的那一刻，他就是变成了菩萨。人天所有的众生都称他为佛子，就是菩萨。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是成为了人天所有的众生的礼敬的对境他能够可以承受得了人天所有的众生对他礼拜都是可以的，而且是真正的变成礼敬的对境这就是什么？这是菩提心的功德。
其他的功德，你今天做了多少的念了多少的经，做了多少的功德，那么人天所有的众生都是会称呼你佛子吗？菩萨吗？或者是说，那这些你就真正的会成为这些人天所有的众生的礼敬的对境吗？也达不到的。但是主要是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的那一刻，你就是菩萨，所以你就是变成人天一切众生的礼拜的对境、礼敬的对境。这是为什么呢？是菩提心的功德。自本作灵着刚着我